咱来三个祈祷。主要是上帝，阮今仔日用欢喜佮感谢的心来到你的面前。阮今仔日要来修圣礼典、洗礼的礼典。阮感谢你，互阮小小的教会有这个机会，通见证你的听伫阮的中间。阮今仔日要参加来学习洗礼的道理。阮恳求你通过罗卜的嘴，将这个奥妙的教示分享给大家，互阮更较相信，阮通过阮的主的死，阮有得到救。通过洗礼，阮甲伊同死同过活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恁若问我讲，我伫牧会中间吼，有啥物物件安尼我做着安尼无啥甲啦，心肝无啥会平安啦吼。我会当甲恁讲吼，洗礼啦，洗礼。恁一定会听讲，啊！你做牧师对什么惊洗礼心肝未平安？我讲互你听吼，我去做牧师的时候，50年前去阿伯达，我对台湾来，对加拿大长老教会知影啦，毋过因内底的代志，我真正讲，迄个详细我拢毋知。我去做牧师无偌久，有一日吼，有一个教会的迄个阿公辈啦。啊！伊拄仔生着一个查某孙啊，伊甲问讲：“欸，Cindy, when can I have our baby done？” 迄个 our baby done 我听无啦，我真正听无。到尾我才知影，因的表现吼，甲囡仔领洗礼叫做 done， D-O-N-E 啦，都。老实讲，迄个表现法实在真毋好啦。你知影，你若去食饭去食 steak 吼，迄 waiter 拢会问你讲 steak 要安怎等，迄个嘛是等，吼。看你是要 well done 还是 medium rare。我听无，到尾我才知影讲，这是洗礼的意思啦。啊，过来吼，有真济普通时毋捌来礼拜人。因的囡仔出世，拢直直要来领洗礼啦。啊，我咧感觉真奇怪，这人啥啦？啊，都无迄个。啊，我甲因坐落来讲的时，拢甲伊问讲：啊，你是安？啊，你若无来礼拜，你是安怎要来？甲我讲：哦，it's a nice thing to do， 安尼。都即个代志都爱做啦，都大家都安尼嘛吼。对。啊，过来吼，搁较超过吼，竟然有人讲吼，甲我问讲吼，你做牧师你毋知哦？我知影者，囡仔若无领洗礼吼，囡仔若有安怎吼过身去吼，讲一定会落地狱，你敢知影？我讲谁讲诶？圣经当然无即个物件。我谁讲诶？哟，大家拢安尼讲。我吼一直为着安尼吼，我实想无呢。啊，加拿大长老教会迄阵啊有一个规则吼，老实讲，即嘛毋知还有啊无，我毋知啦。要洗礼的囡仔吼，的爸母有一个一定爱是教会的 member 才会使。所以我有时啊要甲因讲，我袂当甲你洗礼吼，我就安尼甲因讲。因拢讲会使啊 ，We can join the church。阮会当来做教会会员啊。我为着要互大家 happy 吼，我若不得不甲接纳啊，甲接纳了因囡仔洗礼了。囡仔等了吼，我都毋捌阁看到人啊！这吼真正是足奇奇怪怪啦，吼！所以我甲恁讲，我逐摆我迄洗礼吼，我做着老实讲心肝起起啦。我坦白甲恁讲，台湾无即个问题，台湾的基督徒少数，若有父母要囡仔要婴仔要领洗礼，因知影因伫创啥。因知影为着什么囡仔要洗礼，因知影，这是文化的无相款哦。洗礼当然毋是干那传统啦，定有人嘛讲洗礼是传统 ，nice thing to do 哦。洗礼毋是传统，啊吼，嘛
嘛毋是讲一定就洗礼就会上天堂袂落地狱，无即落代志啦。咱爱搁倒转来圣经看，什么是洗礼？我看我过去的讲道吼，老实讲，我家己做牧师，我若有照片，我差不多毋捌讲洗礼的道理呢。圣餐讲真济摆啦，洗礼的道理我毋捌讲。我感觉咱今仔日真欢喜，啊，瑞亚甲 Nolan 一个成人，一个小细囝伫遮要圣餐，要洗礼，咱真欢喜。我感觉咱爱来看洗礼的道理，到底洗礼是啥物物件？为什么咱爱洗礼？洗礼吼，伫咱教会叫做圣礼啦。咱啊洗礼也是圣餐，拢做圣礼典，一个典礼共款吼。我有做一个 PowerPoint 伫遐吼，圣礼典即项 Sacraments 即项物件，天主教有7个啦，新教敢若2个啦，对啊。我较顶下我甲恁说明是安怎。天主教这7个头一个是洗礼、圣餐、坚信礼。坚信礼是吼，囡仔较大汉了，因个别信仰。啊，因变做教会的会员，安尼迄坚信礼。过来告解是爱去甲神父讲认罪啦，认罪悔改的罪。有教是吼，人破病也是你要过身的是神父去甲用油去甲抹，敢若祝福，啊然后互伊安尼会平安安尼吼。啊，过来婚礼嘛是，啊，过一个是按立是。牧师的按立，特别是神父的按立 ，ordination 吼，总是新教敢若2个尔，洗礼甲圣餐。我爱甲咱说明是安怎敢若洗礼甲圣餐。宗教改革的时候 ，Martin Luther 甲 John Calvin 吼，因真聪明，因为因感觉天主教这 sacrament 伤济啦，乱正正。一人讲一款，毋那安尼吼，因阁加足济，因加讲玛利亚升天论，玛利亚无罪，什这拢直加落。Martin Luther 甲 John Calvin， 因倒转来圣经，因设3个规则，什么是圣礼？头一个，耶稣有做的，耶稣有做的。第2个是耶稣有命令咱爱做的，搁一个是耶稣以后使徒伫因的批信的内底，也是伫因写的物件内底有提出来讨论的，这才好做圣礼。迄7个吼，敢若洗礼甲圣餐有啦定。抹油吼。我顶礼拜有讲，雅各书有讲，你破病叫长老来甲你祈祷，甲抹油有讲，总是耶稣无讲，耶稣嘛无做，所以这无算。所以因会变做真严肃去看这项物件。根据圣经，新教敢若洗礼甲圣餐两个圣礼啦，对。事实你甲看吼。信仰这个物件吼，你若毋是转去较真根本的所在吼，你家己直加吼，加到尾也足乱的呢。台湾的宗教就好啦，7月几啊门若开吼，啥物拢袂使做，你安怎家己加呢？谁讲的？啊吼，我细汉的时候，阮阿嬷迄阵还袂信哦。过年吼，阮的粪扫袂使摕出去倒呢，讲迄是爱摕钱去吼，那粪扫都粪扫，那是什么钱啦？啊，对，迄种人加落，信仰的物件吼，愈简单愈好，咱会当搁倒转去圣经看。所以我大声在讲，这个是安怎？咱的圣礼干哪两块？这真要紧的代志。我想真少人知影这个代志。阮这做牧师的拢知啦，毋过我毋捌讲啦。过来，咱要看洗礼起源对倒位。洗礼毋是对耶稣开始的，嘛毋是对行洗礼约翰开始的。其他的宗教吼，拢有迄个洗清气的迄个仪式。我细汉的时真爱读迄个武侠小说，
读迄《西游记》吼，迄三藏若要去见佛祖的时吼，拢写讲斋戒沐浴，恁有读到这个？因拢清起家己，要去见神的时，要清起家己。这毋是干那咱有呢的，其他的宗教嘛有。咱今仔日所读的以赛亚，上帝讲恁都要洗清气，你要见我，你都要洗清气。迄是对洗礼，洗礼开始。伫犹太教有一款叫做吼，外邦人若要信犹太教，因爱洗礼，迄叫做入教的洗礼 （proselyte baptism）。这款洗礼是吼，互外邦人要信犹太教的人爱。啊，因吼，你信犹太教咧，因为你是外邦人，你去圣殿吼，你嘛是要搁伫外顶，你袂当入去犹太人才会当入去的所在。所以讲起来嘛是无平等啦。那从一较敬虔的、真敬虔的迄个犹太教教导哦，因会搁去洗礼，迄个洗礼是感觉伊有罪，伊要去洗清气，有即款的。迄日伫约旦河边行洗礼，约翰连行洗礼，真侪犹太人出来，就是这啦，真敬虔的犹太人。所以咱但讲伊伫马太伊骂因讲恁这毒蛇的类啊，老实讲，讲骂了有较歹啦。遐人是敬虔的犹太教徒，因真正感觉因有需要，搁清气一摆，才来领洗礼。因无需要，因为出世就是犹太人，因无需要，迄是因家做的。咱爱互伊 point 啦。啊，约翰的 message 毋是干那清气啦尔，佫有悔改的代志，都爱悔改，都爱悔改。所以洗礼这个起源是对遮来。但什么是洗礼？什么是洗礼？洗礼悔改得到赦免。洗礼是一个，是咱洗互上帝、互耶稣的血洗清气，咱悔改得到赦免的记号，一个记号那定。洗礼本身毋是有啥物，洗礼了就摕到天堂的入境证，无即个代志，绝对无即个代志。一个记号 symbol， 咱知影记号吼，咱的周围足一记号，记号吼，记号本身无啥物意思，记号的后壁所有表的物件，迄个才是要紧。我用国旗就好啦，加拿大的国旗，加拿大的国旗，看一块布，两条红绳中一个叶啊。啊，你若要讲，你若拢莫甲想啥，迄一块布创水水安尼若定，总是迄支旗啊后壁所代表的物件，迄是一个国家的尊严。咱用的钱嘛同款。一张20块的银票，你若迄一张纸若定嘛？迄个价值是咱大家认定伊有迄个价值，迄张纸的后壁的价值伫啊。洗礼原来是安尼啦，洗礼后壁是啥？洗礼后壁是咱的信仰，耶稣基督咱的信仰，咱相信上帝，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啊。这个信仰真要紧，洗礼是表示讲我接受这个信仰，啊，上帝因为安尼接受我，洗礼就是安尼来定，洗礼就是安尼定。洗礼了后，咱成做上帝的厝的一份子，属伫教会内底。若无这个信仰，洗礼无意思，这甲结婚式同款，结婚式做甲偌大拢同款。若无疼，迄个结婚式无意思，敢毋是安尼？迄是一个有表尔定，一个symbol。所以洗礼毋是毕业典礼啦。啊，我今仔日洗礼啊，咱逐项拢好势啊，像我拄仔开始讲的安尼。啊，阮囡仔洗礼啊，所以即摆人安怎嘛袂去地狱啊安尼。啊，我
我就讲一定爱加入教会啊，我就加入教会啊，但是就煞。洗礼毋是这啦，洗礼是起点，信仰的起点。英语的毕业有做 graduation 吼，佫有一字叫做 commencement。commencement 是开始的意思。你学校毕业嘛吼，出去找有头路，无找无头路，迄个条件才拄好开始尔咧。洗礼吼，我拄好讲洗礼甲结婚真相关。结婚是吼，你做到偌大吼，过来两个做伙生活，迄才是条件，敢是？吼，有真大的结婚式，袂当保证讲恁的生活会美满的。你捌听一句话讲，婚姻是爱情的梦啊，恁捌听无？什么婚姻是？迄个人实在伤悲观啦，吼！有咱来的是迄甜蜜蜜，结婚了，就讲是美梦啊。因若要安尼吼，因的结婚，因的婚姻就是安尼尔。你对洗礼嘛同款呢，洗礼嘛同款呢。洗礼了后的态度，咱的生活才要紧。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罗马第6章第3节甲第4节，保罗讲吼，受洗礼是甲基督耶稣结合，甲伊死，甲伊做伙搁活。了后咧，伊讲吼，咱甲伊做伙搁活我走去对。是的，我甲伊是做伙埋葬，通过上帝的权能对死搁活，对死搁活要创啥？对死搁活真欢喜啊！伊搁去讲过新的生活，这是真要紧的物件啦，这是真要紧的物件。伫马可第1章的第9节到11节，我超工无放伫今仔日读圣经的内底，因为今仔日的师会甲我讲，你是想讲，互恁某读圣经，你都读较长袂要紧，我紧甲摕起来吼。迄第9节到第11节，我创一个 PowerPoint， 因为这段足要紧的，我直接有哪互咱大家看。伊讲过无几日，耶稣对加利利的拿撒勒来。对，伫约旦河对约翰领受洗礼，耶稣一个对水里起来，就看见天离开，圣神亲像粉鸟降落伫伊身上，佮对天有声讲：“你是我所疼的囝，你我真爱。”因为这是记耶稣受洗礼了。你读我拄仔读这，互你听是，你有感觉伫遮？三位一体拢伫遮，你知影无？这几只圣经内底有三位一体。耶稣受洗礼，圣神降临伫伊的顶头，过来上帝出声讲话。你有我讲这个圣经真要紧，就是安尼啦。什么是洗礼？什么是洗礼？洗礼是一个人受洗。圣神降临伫你顶面，上帝肯定这项代志，这是洗礼啦，这是真严肃的代志，敢毋是？这毋是 nice to do 那点呢？你若搁读落去哦，我搁读落去，我会当甲咱讲，马可第1章搁落去，11节以后搁落去，我真简单讲哦，12节到13节。写耶稣去曠野受试，14节到20节，耶稣招学生，21节到28节，耶稣赶互鬼附身的人，甲鬼附身的人赶鬼。第29节到34节，耶稣医好足侪病人。35节到39节，耶稣开始伫加利利传道。
例如保罗讲，洗礼了就爱过新的生活。耶稣做互咱看呢，伊洗礼了，开始伊的活动。这是咱对洗礼爱真要紧的认识。过来，咱来参加受方式啦，吼，洗礼的方式。我相信恁知影有迄个用浸的，啊，咱丢落教会是干那滴水那定啦。这吼，我拄仔有讲，洗礼是一个记号那定，一个symbol那定。所以吼，用什么方式应该毋是真要紧，是迄个背后所有表迄个物件较要紧。方式无要紧，方式毋是真要紧。有迄个教会，有迄个教派吼，因为着要真正做甲讲甲耶稣当死吼，当过换吼，因的迄个洗礼是敢若一个那观察的呢，啊人浸到内底，啊才佫起来安尼，啊就讲甲耶稣过迄个，啊，我尊重因的做法啦，我毋敢讲安怎，总是我拄仔讲，安尼浸吼，你若无悔改。你若无过新的生活，牛讲甲北京嘛是牛啦，同款，敢毋是？滴水啊，有啦，有真侪人用迄个，我拄仔所读的圣经，讲耶稣对水念起来，所以是一定是对水的内底起啊，甲落水底啊，一定是浸，敢梅啊，落水底袂使干那滴水哦，哪有迄个代志？所以这毋是真要紧的代志。我感觉咱毋好用伤济时间伫遮咧辩论即个对咱的信仰无啥物关系人。应该讲要紧的是洗礼的意义，甲迄个意义，英语两个字真成啦 ，meaning 甲 significance， 迄个意义伫倒位啊？迄个较要紧啦。那过来。咱来看，什么人才会当受洗礼？什么人才会当受洗礼？我这问题会当看两方面啦。头一个是什么人需要洗礼啦？什么人需要洗礼？搁一个是什么人会当洗礼？我是咧讲年龄的问题啦，哦，年龄的问题。咱来头一项看，头一项，什么人需要洗礼？理论上。你若信耶稣，任何人拢需要洗礼，任何人拢需要洗礼。所以吼，教会牧师无管理拒绝人洗礼，绝对无。除非要洗礼人对洗礼的意义无了解，甚至迷信，像我拄仔讲的，迄个讲囡仔若无洗礼，就会去倒地去。我拄仔袂记讲，有一个，迄个时阵我有问一个年老的牧师，伊有甲我解说，迄特别拢发生伫天主教的内底，因为魁北克，咱知影魁北克是天主教的省嘛吼。早时吼，迄个囡仔出世的，敢若咱的报户口吼，拢教会咧办的啦。因为因拢会去洗礼嘛，洗礼就有登记啊。所以政府无迄个囡仔的出世当时出世迄个记录无，父母的名拢迄拢教会咧记。总是迄阵啊吼，真济囡仔出世无偌久就过身去，卫生无好嘛吼。所以真济父母吼，拢要看囡仔到底有活无活再来洗礼啊，啊无活咧吼。啊，当然政府爱教会嘛爱父母紧带囡仔来，听伊讲这是天主教甲因讲的啦。啊，这个迄个吼三号留伫真济早时加拿大人的头壳底，这是一个牧师甲我讲的。你对洗礼的信仰若是安尼吼，嘛是出问题。迄款的吼，咱袂使凊彩。我讲有了要来爱我甲因囡仔领洗礼，有一摆一个查某人敲电话来，啊我毋捌咧。伊甲我问讲吼，恁有得甲囡仔领洗礼无？我讲有啊。啊，阮会使去洗礼无？我讲
啊，你是安怎要来阮遮洗礼？伊安怎甲我讲呢？伊讲阮老母甲阮大家用两个第一感就甲我念啦，你甲我洗礼，因就袂甲我念啊啦。安尼甲我讲呢？伊安尼甲我讲，丽蕊，你想我做牧师，即个我会使洗礼无？我讲是的吼，迄恁兜的代志啊。啊，丽蕊，这是我要讲啊。什么人需要洗礼？大家拢需要洗礼。你若有心理需要洗礼，我确定会讲是安怎。迄个洗礼，总是若对洗礼无了解，甚至有迷信的，咱袂当做迄落代志。搁一项是年岁的问题，成人的洗礼无啥物问题，幼儿的洗礼，教会争论真济。圣经内底所有关系洗礼的代志，大半拢是成人无毋对，这是有影。毋过圣经原来有写讲，全家拢总受洗礼，所以全家内底有可能有囡仔伫内底，咱毋知。对幼儿洗礼吼，无赞成的人有啦，总是极力反对的。真少啦，差不多无啦。因无赞成的理由是讲吼，洗礼是一款信仰告别。我确定会阁讲，那信仰告别，大人有成人才会晓信仰告别，伊知影伊咧告别啥，囡仔袂晓。啊，咱嘛是安尼讲啦，咱甲囡仔领洗礼了，囡仔无洗浴，嘛是爸母伫洗浴。所以因讲哦，既然也是安尼吼，咱就莫甲囡仔洗礼。咱换一个种小字的奉献典礼，原来共款，爸母带囡仔来遮，啊，因奉献因的囡仔，敢若无洗礼那点，差伫遮那点啦。咱长老教会有甲幼稚洗礼啦，这后壁一套神学啦。我若要甲恁讲这神学吼，恁会困啦，我无要甲恁讲。总是我找到吼，圣诗214首，写甲真清楚，我感觉这个是第一好的解说。内底我有提到是安怎，咱相信都爱有幼稚的洗礼。连我家己嘛袂晓唱，所以我袂互恁唱。我读话互恁听，话我有做出来吼。我读互恁听，我用白字读，因为这汉字有诶发音无啥相关哦。伊讲圣会所行的礼仪，也有关系伫小仪，亲像旧约行甲礼，表明敬仪属上帝。甲礼有用洗礼体，对早以来无过过。洗礼表明约因信，就是器具。甲换身。第3节，细囝带罪来出世，救主欢喜赐福气。细汉未明因所信，父母应该退因情。这个细囝带罪来出世，圣经讲的，咱拢带罪出世。所以幼儿洗礼是，若较早该洗互清气较好嘛。袂使安尼讲啦，所以这个我感觉，我拄仔讲，这首诗说明幼儿洗礼，说明甲真清楚啦。啊，第4节，父母已经受洗清，因的囝儿也做成。在早使徒就有行，毋是现今才入定。父母退囝入名约，毋通互因趁世俗，常常教示信耶稣。日日因带行天路，我想这首圣诗是第一好的小儿洗礼一本基础啦。上落尾我要讲的吼，洗礼第一句根本来讲是信仰告别啦，信仰告别。幼儿的洗礼是父母的信仰告别。甲父母的洗浴，成人的洗礼，搁较是
是迄个个人的信仰告别甲誓约，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誓约。所以是安怎咱就爱伫迄个，就爱安尼信仰告别，这是耶稣的要求，这是耶稣的要求。耶稣吼伫马太第10章第32节甲33节安尼讲，所以恁伫人的面前先宣认我的，我伫天父的面前嘛要认伊；伫人的面前毋认我的，我伫我天父的面前嘛毋认伊。信仰告别是耶稣的要求，所以咱干那伫做耶稣的要求。一对夫妇要结婚吼，因毋免惊人知呢。结婚式是一个疼的告别，互朋友拢知影。伫咱拢讲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，洗礼嘛是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。所以洗礼除了特别的原因，譬如讲一个人伫病院，你要过身啊，迄个伊要求要洗礼，迄就无法度。若无，应该拢伫礼拜中间，伫教会公众。有人讲我歹势啦，我袂使。我感觉吼，你敢会当要娶一个要娶某？甲恁某讲我真歹势啦，我无爱结婚式，你讲会过袂？所以这是真要紧的代志。真侪人误解，教会拢是规则了了，这毋是教会的规则，这耶稣的要求呢。伫公众的面头先承认你的信仰。你会记得保罗伫罗马第1章第16节，伊讲吼。我无看福音做见效，因为问题是你有掠你信耶稣做见效啊无？耶稣呢要求你安尼表白，安尼哪定？所以洗礼了，你成做上帝家庭的一份子，成做教会的会员。伫咧加拿大这教会内底吼。若有迄落差不多十几岁吼，因老爸老母拢会来甲讲，我想阮囝吼应该 join the church， 都爱做教会会员。意思是坚信你的意思啦，因无用坚信的 confirmation， 因无用迄个，因用 join the church。我咧讲，坚信你嘛是信仰告别，毋通颠倒变啦。咱是信仰告别了。咱才成做教会会员，毋是要为着教会会员，我才就爱告别我的信仰，无共款呢。颠倒变敢毋是？你告别你的信仰，上帝的教会接受你入来做会员，大家做伙生活。成做教会的会员是副产品啦，毋是主要的物件啦。我今仔日讲到差不多到这，我关系洗礼，我想会到的大概拢讲了啦。我今日要讲，我今仔日吼足欢喜的。头一项吼，我较软嘛无想到讲到80岁啊，还佫会当有逐礼拜伫讲道，啊，佫会当甲人领洗礼，这实在是，这敢若做牧师才做会当做的代志，恁知影无？恁看有人要互恁领洗礼无？无咧。敢若牧师会使，遮济岁，还佫有即个机会。我今仔日真热，我知影，毋过我要穿真领袄互恁看。即个场合，我应该安尼真心中热袂要紧，我足欢喜的。我甲这神甲瑞尔讲，因结婚的时，瑞尔就是咱的张老娘啊咧，拢无人捌叫伊张老娘啊。今仔日开始会使正式叫伊张老娘啦，足欢喜的代志，感谢上帝。特别吼，这神的爸爸妈妈、田神甲田太太，因老甲今仔日参加孙仔的
洗礼了，因永暗的飞机要登去台湾，真正是足迄个足通欢喜的日子。啊，今仔日吼是阿嬷准备地点，一定足好的啦。咱实在真欢喜，真感谢上帝。咱来三个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用欢喜感谢的心伫你的面前，感谢你伫阮即间教会你的引带。阮真软弱，特别伫疫情了后，阮感觉无茫茫，总是逐所在你互阮有新的茫茫。今仔日伫阮即个细细教会，阮真欢喜，阮真感谢。阮要来守主的家事，阮要甲你的囝儿行洗礼。主恳求你的圣神临在伫阮的中间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